高雄发生特保组之乱，两派的人马互相冲浪开枪，高雄连续几啊天真无安稳。刑事局长甚至亲身来坐镇。这个案件，检察官侦查告一个段落，甲连前家等27个人起诉。检察官阁建请法官爱甲连前家列入去关进前，先加强制工作3年。 伫街路开枪赛车烧弄，嫌犯伫警方面头前依然真唱秋。警方不得已只好对抗开枪。去年9月份，伫高雄连续发生街路的暴力事件，起因拢是特保组连千家甲另外一个姓郑同嫌。双方人马起纠纷，连刑事局长拢亲身落难指挥。要干什么？跟我来！哎，全部架开哦，全部架开！ 高雄地检署调查所将连千家在内总共27个人，依照组织犯罪、枪炮、恐吓等等罪嫌起诉，验过无具体求刑。连姓被告犯行败露后，于侦查中始终否认相关犯行，未见其确实悔悟、汲取教训等情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刑度，以昭炯戒。 高雄特保组之乱发生后，姓郑特保组以35万交保，验过连千家依然在押。检察官建议讲，连千家服刑前应该强制工作3年。检察官是综合考量犯行所造成的损害，还有犯后态度等情。那综合考量之后，向法院申请宣告刑前强制工作3年。检方表示讲，刑前强制工作3年是检察官看相关的资料了后的决定。 昨暝高雄地方法院开庭审理，法官认为讲被告有串口径的顾虑，裁定连千家在内4个人拢总受罚禁见，确定无法度转去过年。